阿狗陪躺时间，今仔日阿强带我分享伊上喜欢的物件。阿强讲伊喜欢电火王、豆花糕、麒麟肉、虎仔屎，搁有狗。你讲的狗一定是我吼。哇，阿强分享的物件真特别呢。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咿哟，念咪继续讲。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今仔日咱要来去动物园的灶骹。要去之前，先来食一个饼。阿狗，咱吼唔通哪行哪照，是要来放喺包包内底，较袂晓搞抢去。莫抢我的饼哦！这灶骹哪会生做无共款？无加煮炉是要安怎煮食？这是啥物？迄内底有啥物？这足寒的，我规个人准备结平安啦。哇，这有足济菜色甲果子呢！有高丽菜。番麦都有金蕉甲柳丁呢！哇！足重的，因食伤济啊啦！哈！哇！这大地肉是要互谁食的？这要互师仔朋友食的。原来师仔朋友拢是食青的。哇，伊的喙齿足来的呢。对啊，师仔朋友逐工爱食足济肉，营养才有够哦。这是啥物动物朋友要食的？哪会这么多草啊？这个是要互啥物动物朋友食的？原来草啊是要互像旧朋友食的。饲猪咧吸番麦，吸，足高水的呢。水猪、西牛 ，hello， 草啊有好食无？今仔日看到真侪动物朋友呢，真欢喜。后摆我来找恁耍，大家再会。大家
好，我现在我今年3岁，但是要教我做啥？海底，海底。这是哥哥卡吧？啊，对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今年中秋节耶！祝你新年快乐，今年大发财啦！红包来，红包来！欢迎你过年时，桌顶有马哥有喜，大福气呀大福气，你他滴滴滴。欢迎你过年时，银红包收袂离，真欢喜呀真欢喜，笑声满满是。祝你新年大福气，大发财啦，大团圆。欢迎你过年时，桌顶有马哥有喜，大福气呀大福气，你他滴滴滴。欢迎你过年时，厝内平安人顺时，有保庇呀有保庇，诚心感谢天。大家讲台语，看你好过年。拜拜求平安。正边倒边，哇，你袂紧抓倒位？倒位敢有看到？这边正边对。哦，真正是这边的。哇100块100块好。 100 100 100。 100块。谢谢，赞。好，哥啊，是买迄个饼。饼吼。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啊哥哥，咱来啃迄个粿子盘。地倒位。OK，那个安排。安排摆啊好势吼。盘啊啃嘞。放食，好来。恁买好料的。安尼。好。这是不是要上大？还是要？好，你先空啊！啊，不要先搞下客去啊？唔是。哦。放食。安尼，啃安尼无？好。安尼啃安尼敢会使？ OK。好好。技能3。好啦，好，哥哥会好啊。啊，妹妹会咧？你可以已经技能3张啊，搁3。所以这要烧到一边啊。要点。是。好。我还用烧烧。啊，无我会惊。免惊啦。好。你看嘛，够倒，你家己检查者。有啊。还好买好帮我烧烧干。好，妹妹你也嘛好啊。好，感谢也叫我。妈妈你下咧？有够吵诶。 OK。啊，咱先外口开始摆哦。好，乖乖。啊，这是鸡缸。鸡缸哦，鸡好看。好，来。阿伯，阿伯。是鸡缸。咱为外口。来一个。摆一个。一张香给妈妈。这里哦。好。哥哥，你做伙3张做伙。菜袂着。好，妈妈来。啊，嘛是做，我要搞是炒。等下内底要跟你炒无？伊有这个罐。好。咱来讲，这猪形菜猪牙。哎呀，关关。菜牙关关。是不是鸡缸？是一个鸡缸。我是鸡缸。这样子我咱做伙来开落来。讲你叫什么名？你是？李德。啊，你是？哈？你是什么名？哦，叫做。李叶涵。
123，你闲啊？ 123，闲啊！你名袂当讲唔对去啊，是袂较知影要保庇倒一个人啊？欢迎，然后对你的小名叫欢迎啦吼，希望你保庇咱规家伙啊，拢是处事平安啊，一切顺心。来，再拜，来。希望我拜拜回来。我想过来，我就是老爷爷啦。你老阿公你啦好，另外也管管，就是咱袂记啊。社会讲台语，香炉，香炉，加工，加工，牙管，牙管，保庇咱全家平安，保庇咱全家平安。哇，阿强，原来电火王是一条歌哦，哇，真趣味呢！我上介意大家甲我分享恁介意的物件，大家爱搁写配合我哦，再会。足期待的，唔知影后一配写啥呢？